免问题，一朝要补客栈，阮客栈，什么话？免话说客栈，免话说客栈，内底有当，内底有当，有当，买度。买度翻倍来，翻倍来，翻倍来恭敬念恭敬念。念本面就面了，本面就面了，这个好吧，这个来点有当。买度三倍来恭敬念本面就面了。那点有当就是香油，它这个由于它是这个形容词出地语的，它是后字，有当就香油，买度翻倍300，来300日恭敬300天的工钱，翻倍念银子就 silver 银子。本面就面就是穷人，就是穷，面就面了，那点有当买度翻倍来恭敬念本面就面了。要做故乡在哪里？就在我们湖北地，无论要走到哪里，我们心儿总相聚，无形的红线牵挂着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要祝脚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膜代言海当，罗浪前面带着忙，啦啦啦。